有真侪人会用台语来吟诗唱曲，也有一位创作歌手伫咧一档外进前开始学台文。伊毋但用台语来唱当调的情诗，佮甲这首诗参现代台文合作伙，成做台语的流行歌曲。大记得那唱台语歌，28岁张庭依用台语文来创作。菊花巴山也有时，甲华语比起来，伊的迄款情绪的迄款表现，搁较侪。伊是迄款较，毋是迄款放出来。放大声哭迄款的，毋是，伊是较收伫咧内底迄款感觉。张庭依本身爱唱歌、爱创作，一当前开始学写台文字，嘛甲歌词来结合。伊伫去年参加汉光教育基金会举办的一项以古典诗词创作现代歌谣的比赛，几若位参赛者内底得到前10名的金书奖，嘛是唯一一个用台语创作的选手。讲的内容就敢若咱即马咧讲的远距离恋爱，是足辛苦，爱需要两个人真侪心力的交流，你才有法度欢落去的一个关系。抒情的风格，互人听起来感觉微微啊心酸。张庭依甲当调后期的诗人李尚稳的诗倒入去歌词内底，伊讲迄个时代的古音甲台语上相像，嘛认为用台语来唱，才通甲内底的押韵、拼字拢唱出来。另外，讲到为虾米会开始踏入台语文的歌曲的创作，伊讲上主要是发觉家己对这个语言的能力直直咧流失。你连讲话拢讲袂认得的时阵，你的词有啥物通好用？所以变做讲你要写的时阵，你的用词真少，所以你无法度甲你要讲的代志讲互矫正。所以你甲华语比起来，你的台语词就欠缺真多真多。张庭依自细汉参阿嬷来讲台语，大汉了后才知影台语这地有真深的学问。即马伊继续创作，嘛对社区大学的老师咧学台语文。伊讲做任何代志，只要有心，就会当成功。记者陈雅文、李玉凯、张玉水台北报道。